神經共識家啲一天十年假，第九甲第十節按樣人講到，因為上帝極天設假，唔會定到處罰，但係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透過耶穌基督，上帝是了本設假，在耶穌基督裡面，為了設假要注意也好，設假冇注意也好。設假永久自己強下，因為設假信心並在耶穌基督裡面，係咪人信耶穌基督，信心揸滿耶穌基督，唔會得到處罰，因為到呢個約翰福音6:47節按樣講設假啲，耶穌講愛講呢到啲，實際呢係咪人相信呢，都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所以是家還有機會寫緊你的思想hand靈、耳孔hand靈、心中hand靈，基督做世界嘅救主，做家唔會得到上帝嘅處罰，但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